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老炮之死，60美元于100米的高空。今天我看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这个币圈一个名人叫叶俊德，他从高空叫高坠。我看了一下这个叶俊德那也是非常了得，但是最后下场确实非常惨。有网友说，再厉害的加密技术也顶不过一个5块钱的扳手。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看看媒体是怎么报道的。他说2026年8月7日凌晨4点30分，巴拉圭首都亚东森叫翠玉公园高档公寓楼的楼下，一具男尸仰面朝天，死者全身赤裸，身上盖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从30层高楼坠落，血肉已在100米高空的风中散尽了温度。警方赶到后确认，此人名叫叶俊德，香港出生，幼年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斯坦福硕士，量子金融科技集团创始人，自称管理超过24亿美金资产的币圈老炮。那怎么跑到巴拉圭去干啥？他在巴拉圭的这个30层的公寓房门大开，屋内一片狼藉，像是被人粗暴的翻过。而他的巴西籍女友伊莎多拉·卡瓦略，这名字很长，住在同一栋楼的27层。他对警方说，他对事发经过一无所知。这个场景怎么看怎么显得有股荒诞诡异。为什么呢？一个自称管理24亿美金的人，死的时候连件衣服都没有，那真是赤条条的走啊！60美元的豪赌如斯坦福的镀金。叶俊德的故事都从2013年说起。那一年比特币价格大约60美元一枚，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还是一群极客和骗子的游乐场。叶俊德以一个工程师的嗅觉压住了这个当时还被大多数人视为骗局的数字货币。60美元在今天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但在那个年代这是通往暴富的门票。他出生在湘江，幼年随家人移居凤叶之国，后来进了斯坦福读硕士。这套履历在币圈堪称黄金配方。华裔身份带来的人脉网络，北美教育背景带来的信誉背书，工程技术能力带来的专业门槛。他不是那种靠运气暴富的赌徒，他是精心设计的庄家。比特币经历了史上最陡峭的10年牛市，从60美元涨到了数万美元，现在还在6万美元，对不对？最高好像13万美元吧。俊德的身家水涨船高，他从加拿大搬到阿布扎比，事业版图横跨迈阿密和迪拜，创立量子金融科技集团，频繁亮相电视媒体，与政商名流推杯换盏。他从一个写代码的工程师变成了币圈呼风唤雨的风投巨鳄，但风投这顶帽子在币圈往往只是个遮羞布，它遮盖的不是投资眼光，而是收割技巧。坟墓金融如7个归零项目，算法稳定币的收割流水线。实际上它是靠收割币圈的这些人，它不是什么投资比特币。2021年，叶俊德迎来了他币圈生涯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噩梦的开始。幻彩链生态上去中心化金融项目坟墓金融，因为一次叫门卫的漏洞事件陷入信任危机，项目濒临崩盘。叶俊德接手团队4个月内，把总锁仓价值从250万美元干到峰值16亿美元。这个数字放在传统的金融业，足以让任何一家投行眼红。但算法稳定币本质上是个庞氏结构，它不靠抵押物支撑价值，而是靠算法调节供需，用新玩家的钱给老玩家付利息。坟墓金融的代币从单价数美元一路暴跌至仅剩 0.000003 美元，归零幅度超过 99.99%， 总锁仓价值从数十亿美元缩水至微不足道的几万美金，无数追随他的投资者倾家荡产。而叶俊德也从万人追捧的华人巨鳄沦为社区人人喊打的收割者。你说这血本无归啊！如果还加了杠杆呢，那不就跳楼了吗？他的团队还孵化了生命三态、生态和稳定币、生命三态美元。
这些名字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实则是资金盘的变体。从2021年到2024年，叶俊德深度参与了7个项目，大部分代币都归零了。这不是投资失误，是系统性的收割。你以为是技术创新，其实是数学包装过的庞氏骗局。你以为是财富自由，其实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当最后一个接盘侠发现手里拿的是废纸时，叶俊德早已通过内部钱包和提前解锁套现离场。但问题是，收割的太狠，割得太绝，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那些倾家荡产的投资者，不乏有背景的人物，那些被他归零的代币背后站着的是真金白银输光的赌徒。在币圈，代码可以匿名，但肉身不可以。当虚拟世界的债务无法通过法律追偿时，物理世界的暴力就成了最后的结算方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命赚没命花呀！一箱箱现金与上百位模特瞻仰原罪。叶俊德非常阔绰到令人则2021年，他把几百个公链开发者请到阿布扎比开会，自掏腰包请了上百位陪侍人员过来喝酒。那些开发者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怎么跟女人打过交道的宅男，在酒店里坐立难安，根本就不知道把手往哪里放。这场面与其说是商业活动，不如说是封建领主对附庸的事。他举办的活动经常安排上百位模特相伴，更夸张的是，他成箱成箱的把现金带去活动现场，见到开发者就发一沓。这不是阔绰，这是张扬；这不是大方，这是露富。在一个个人人匿名、处处暗流涌动的行业里，这种张扬就是原罪，带来杀身之祸。币圈有句老话，再强的加密算法也挡不住一根$5的帮手。帮手攻击指的是攻击者不是攻击代码，而是物理攻击，攻击肉身，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逼迫持币者交出钱包权限、转账或私钥。就在叶俊德死亡前一天，链上分析公司刚发布公告，说2020年上半年全球已确认的46起针对加密持有者扳手攻击，就是追杀呀，被抢金额超过3000万美元。如果把未遂转账和勒索金额算进去，今年上半年就用扳手解决问题，就已经达到了1.07亿美元。入室抢劫所占扳手攻击的37%，创年内新高。所以说，在代码解决不了，是吧？讲理也没法讲的地方，那只好是肉体消灭扳手。一个公开宣称管理24亿美元，常年露脸办会、上电视、成箱发现金，请上百位模特伴游的加密富豪，恰恰是扳手攻击者眼中最理想的猎物。他的脸就是提款机，他的地址就是藏宝图，他的张扬就是催命符。巴拉圭加密富豪的避风港还是陷阱，这是整个故事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一个常驻阿布扎比、事业版图横跨迈阿密和迪拜的加密大佬，为什么会出现在亚松森的一栋公寓楼里？答案很简单，避税与避法。巴拉圭对加密货币比较友好，税率低，监管松，引渡条约少，吸引了很多巨额收入来源不明的年轻富豪。在这里，现金可以洗白，灰色财富可以漂白，债主和税官的手伸不进来。但避风港恰恰也是陷阱。当法律无法保护你的时候，暴力也无法被法律制裁。在一个执法能力薄弱、腐败盛行、地下势力盘根错节的国家，一个携带巨额加密资产的华裔富豪，无异于抱着金砖走在黑巷里的儿童。翠玉公园公寓是亚松森顶级豪华住宅，30层的视野可以俯瞰整个首都，但再高的楼也挡不住从门口进来的危险。那这个叶俊德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是意外、自杀还是他杀？巴拉圭检方目前并行调查的3种可能，叫意外、自杀、他杀。一个全身赤裸的人从30层意外坠落，房门大开，
屋内凌乱，这解释起来需要太多巧合，除非他是在梦游中脱光了衣服，打开了房门，翻越了阳台护栏，然后在100米高空中保持自由落体，这种概率比比特币归零还小。自杀，叶俊德在采访里说，最好的投资者都知道，伟大的财富诞生于熊市，一个等着下一个牛市的人，为什么选择在最黑暗的时刻结束自己呢？当然，加密行业的财富过山车足以压垮任何人。那些自称24亿美金的资产，究竟有多少经得起熊市审计的检验？外界无人知晓。如果账面财富大多是空气，如果7个归零项目的债主已经找上门，如果地下做市资金的窟窿已经堵不住，心理崩溃并非不可能。说崩溃自杀也有可能，但是崩溃自杀难以解释全裸坠楼，就是一丝不挂，屋内凌乱，就是被打劫过一样。有人说这个全裸坠楼，屋内凌乱，也可能指向一个混乱而孤独的最后一夜。一个人在决定结束自己之前，把房间翻得乱七八糟，脱光衣服，然后从30层跳下去。这种死法更透着一股子绝望的自毁气息，但是这种确实少，一点尊严一点脸面都不留了，直接光着身子下去。但这是最符合现场逻辑的解释。房门大开，屋内被翻乱，死者全裸，身上盖着黑色的塑料袋，这像是一场入闪后或逼供后的灭口。攻击者可能先控制了叶俊德，逼他交出钱包私钥，或进行链上转账，在确认榨干了最后一枚代币后，将他推下30楼，用黑色塑料袋盖住尸体，试图延缓被发现的时间。叶俊德名下那些归零项目的债主，那些被他收割到倾家荡产的投资者，那些知道他钱包里到底有多少真金白银的地下势力，都有动机。而在巴拉圭买通一个杀手的价格，可能还不到他一箱现金的零头。他的巴西籍女友就住在27楼，不是30楼。他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不敢知道？在凌晨混乱中睡得太沉，还是在这场死亡游戏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警方尚未公开指控任何人，但尸检结果将是解开谜团的关键。这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币圈的死亡名单。叶俊德不是第一个离奇死亡的币圈大佬，也不会是最后一个。2022年，29岁的加密货币百万富翁尼古拉·穆舍吉安在发推文说他担心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会谋杀他后在波多黎各的海滩上溺水死亡。1个月后，30岁的铁在睡梦中死去。他是市值30亿美元虚拟货币金融服务商琥珀集团的共同创办人。53岁的加密货币商人塔兰在摩纳哥附近一次直升机失事中丧生。更早之前，加拿大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创始人杰拉尔德·科腾在印度旅行时死于克罗恩并发症，导致价值1.9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被锁死。投资者至今要求开棺验尸。他的死是如此神秘和有争议，以至于我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来探究整件事是否是伪造。这些死亡有些是意外，有些是阴谋，有些是真死了，有些甚至可能没有死。但在一个充斥着匿名性、跨境流动性和巨额灰色财富的行业里，死亡往往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当法律追不到你的时候，子弹可以；当审计查不清你的时候，坠楼可以；当投资者想要回本金的时候，一个死人的冷钱包是最终的答案。叶俊德的死为那个靠高杠杆、算法稳定币和虚无泡沫堆砌的狂野时代再次敲响沉重的警钟。在加密世界光鲜亮丽的财富神话背后，往往暗藏的是最原始、最残酷风险与代价。2013年60美元的比特币给了叶俊德一切。2020年8月7日的凌晨，松森的100米高空又收回一切，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但是那些受害的人，那些被割得倾家荡产的人，找谁说理去呢？他的一生是加密行业黄金年代的缩影。工程师入场，小额押注，踩中最陡峭的牛市。在去中心化金融狂潮里，4个月造出16亿美元的神话，
办大会，上媒体与市长推杯换盏，相发现金，上百位模特相伴。他从香港到加拿大，从斯坦福到阿布扎比，从60美元到24亿美金，从云端到巴拉圭的水泥地面。但这个行业交给人们的安全课，全都关于资产安全、冷钱包、多重签名、硬件设备，黑客越来越难攻破代码，于是犯罪开始转向肉身。再强的加密算法挡不住一根5美元的扳手，再厚的防弹玻璃挡不住一个从30楼推下去的绝地。巴拉圭的凌晨4点半，翠玉公园公寓楼下，一具全裸的尸体盖着黑色塑料袋，这是叶俊德的结局，也是币圈野蛮生长的时代一个注脚。那些还在炫耀财富、展扬加密新贵们，应该记住这个画面。当你把沉香的现金和上百位模特当成成功的勋章时，你同时也把自己标记为了猎物。最好的投资者都知道，伟大的财富诞生于熊市，只是这一次叶俊德等不到下一个牛市了。这就是币圈，你说这个币圈乱象，首先这些大佬或者这些大号镰刀，不管他是打着什么名义，他是收割小韭菜，割完之后，那他的这个钱被别人以暴力的形式，是吧，物理形式给割走，你找谁说理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是说让我们不要成为叶俊德，因为我们到不了那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不要被叶俊德这样的人骗，对你不了解的东西千万不要参与。很多网友经常问，对吧，比特币、币圈、加密货币能不能玩？正经的，对吧，正规的市场办，那真是心大。我们的红绿市场那好歹是正规的，是不是？好，你说咱们的红绿市场不够正规，那日韩的呢总是正规的，美西方的，但是你说真正的要去炒，你想赚钱多难，就连正规市场你想你赚钱都难，你跑到这种加密货币这种人嫌狗不爱，这个什么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方，你去玩这个。截至8月11日，叶俊德的遗体仍在停尸房。实际上根据扬子晚报的报道啊，那有更多的加密货币圈的大佬被谋害，赤条条的走。说到加密货币啊，我们还要继续再聊一下。国内啊有个叫币，是吧，空气币啊，实控人落网，初代创始人叫张守涛，2017年退出国内市场，目前没有被捕的通报。本次100亿暴雷的核心操盘手就是巨币啊暴雷，这个操盘手叫什么呢？叫刘源。今年5月26日，新版巨币突然关停所有提现，强制把用户资产锁仓360天，直至开启终极收割，平台代币开启断崖式暴跌，整起案件涉案高达70亿，几十万投资者全部被套亏损，这能叫投资者吗？应该是几十万赌徒全部被套亏损。案发后，多地警方成立专案组，抓获11名境内工作人员。主犯刘源提前跑入东南亚，被警方列为红通人员，后续在泰国使用假护照入境时被当场抓获。本次崩盘的套路非常典型，看看他们怎么割韭菜啊。6月26日，所有用户弹窗收到官方通知，谎称配合集团上市、财务审计核查，需要暂停交易和提现，看着非常正规，实则是拖延时间、准备收割的借口。通知发布后啊，用户资产直接被强制缩水，平台空气币 WGU 从7美元直接砸到了0.01美元以下，近乎归零。更离谱的是，用户卖出资产后不仅拿不到钱，甚至还要倒贴高额手续费。其实巨币早已劣迹斑斑，多年来反复换壳，反复收割，只是不断有新韭菜入坑。2014年到2017年，巨币上线各类空气币操控市值收割，被业内称为最大的韭菜盘。2017年借监管清退名义，忽悠用户迁移资产到币弹网，直接转走用户数百万资产。2018年到2020年，自导自演平台收割闹剧，关停平台，卷走几十万狗币。2024年，平台币破发暴跌，大量散户本金腰斩了。2025年9月，平台币闪崩，2026年5月再次彻底崩盘。巨币每次暴雷后啊，都会更换公司主体，
割裂新旧债务，逃避追债，同时花重金包装盘面，请明星开演唱会，找人站台，全网宣传财富风口，制造赚钱效应，引诱散户高位接盘，最后再用上市审计的谎言关提现，完成中基收割。目前案件进展明确，境内11名工作人员被抓，警方查封27套房产、39辆车，冻结各类资产合计18亿，但平台超40%资金早已转移到境外加密钱包，追回难度极大。中泰两国目前正在协商引渡主方留援，官方已实锤，只是新加坡空壳公司，无任何正规牌照，本质就是资金盘，虚拟货币交易本身也不受法律保护。这套骗局套路看似复杂，本质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永远有人觉得自己不会是最后接盘的人，最后却全部被套。币圈生存的核心就是保住本金，所有超高收益都是陷阱。那为什么你保本金，你去币圈干啥呢？保本金应该去工行啊，别人不图你的收益，就是图住你的本金。目前有2种报案方式：线下前往当地的经侦大队，或者邮寄材料到北京专案组。一定要保存好流水、持仓记录、交易哈希等全部证据，后续回款只能按比例分配，很难拿回全部本金。开玩笑，能回来2%就不错了。这就是你看炒各种加密货币的下场。这个2个案例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碰这些东西。你是有多无聊，对不对？玩这些东西，摆明了就是割你韭菜的。什么加密货币，什么去中心化，不过是一套说辞。什么未来都是都是忽悠你的。只有我们简单一点，只有是最后的归宿，是你温暖的家。不行你就换成绿票子的吧，有保障就完了，其他的都不认。为什么有人用加密货币？那是他那个钱，他是要洗钱，他要转移非法资金。我们是小韭菜，也不需要洗钱，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非法资金要转移？你跟这儿凑什么热闹呢？所以这个币圈随便涨随便跌，我都不关注，看都懒得看。他任他吹得多好，忽悠的怎么样？就是个骗局，不仅骗局，还血腥，全裸身亡啊，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真的是吃条条走啊。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红绿市场，对吧？你看红绿市场不一样吗？只不过红绿市场没有币圈那么血腥，稍微显得温情脉脉一点，似乎你还有地方说理，是不是？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割韭菜，只不过一个是嘎得狠一点，嘎到最后是物理攻击，一个是嘎得似乎温柔一点，但是你嘎得不好，也有可能要去蹬缝纫机啊，只是没那么惨烈。今天的红绿市场可以说是典型的慢牛走势啊，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是慢牛啊，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上证指数截至收盘是涨了12.59点，涨了0.32%，你看这还不够慢吗？绝对慢牛。深圳成指涨了1.09%。北证50涨了0.24%，科创综指涨了1.51%，创业板涨了1.49%，科创50涨了1.61%。你看这3个齐刷刷的，有看齐意识，都是1.5%左右上下浮动，这就是慢牛，典型的慢牛，没什么好说的。今天4128家上涨，你还要怎么样啊？这不是牛市了吗？4128家上涨。1280家倒车接人，妥妥的牛市啊！唯一遗憾的就是成交量，今天只有2.17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少了1700亿，成交量稍微有点少了点啊，但是也好理解啊，因为大家筹码锁定性良好，大家都舍不得卖，慢牛虽然涨得不多，但是我们这属于高质量的上涨，高质量就是慢牛啊。那种上蹿下跳式的上涨，那是低质量的，那是猴市。这么一说，韩国股市它就完全符合了这个低质量市。根据财联社报道，8月12日，日经225指数收涨0.83%。虽然它这个涨得也不多，但那不能说涨得不多的都是高质量。日本的股市它跟高质量没关系，不沾边。它那个指数怎么涨都是低质量，苟延残喘。看不到未来啊，所以它涨8%还是涨0.8%，那都是低质量的。你不要在这混一个0.8%，你像跟咱们一样，你就是高质量，那想得美。所以说这个小日子这股市啊，那基本上没戏。
那韩国 Kospi 今天好像听说又熔断了是吧？向上熔断，收盘的时候涨了3.68%，虽然涨得多3.68%，那刚才说过了，它这是低质量上涨暴跌啊，上蹿下跳是属于低质量，所以它虽然涨得多，但没有用，虚得很，不像我们那涨0.3%都稳当踏实，一步一个脚印。海力士啊，三星电子涨超8%，但是这也属低质量，为什么？因为国际机构已经给这个海力士下调了评级，你再折腾再蹦跶没用，上面人家给你评级给你调低了。2月11号，根据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11日报道，韩国的一个什么证券同步下调了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目标股价。近期市场对通用存储芯片行业景气度已经过顶峰担忧升温，越来越多的证券公司开始下调对韩国股市两大龙头三星电子及海力士目标价的预期。根据韩国金融投资业界11日消息，该证券公司前一天将三星电子目标股价从原先的39万韩元下调至35万韩元，对海力士目标价从220万韩元下调至210万韩元，业绩没变化，莫名其妙就给人家下调目标价，而且还是韩国自己的公司唱空韩国股市啊，那有什么办法？同样是对海力士是三星，它就下调人家目标价，什么意思？但人家业绩没有变化，这个红绿市场实际上比那个币圈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还是掂量自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